后来继续来看高雄两个男子烧酒到海产大食宵夜，食饱就安尼大辣辣，坐伫店内的部分，头家娘来拜托，莫伫店内来部分，安尼袂得咯。甲头家娘起冲突，甲头家娘的颔棍绕着伤，搁甲店内的冰柜共讲害，甲碗盘共弄破。警察到位，嘛甲警察大细声，最后警方是甲喷辣椒水，强力甲压制，带转去警察局侦办。 穿白衫的男子情绪足激动的，佮对人呛声。我玩啊，你骂我。警方接到消息了，赶到现场，两个闹事的男子佮大力甲警察撒开，大细声，双方发生冲突。我玩啊！拍下啊你，拍下！喷嫌酒仔水，有优势，警方足紧来压制对方。来，拍嘞，再拍嘞。这是发生29号阴暗时，两个男子烧酒到高雄这间店食宵夜，而且伫内底食薰，头家娘出面阻止。 对方情绪失控，摔碗盘，佮弄病毒啊，现场变作乱的。因为人家拢属于夜生活的人，都年轻的。两位客人的时候，可能之前有喝酒，听了老板娘讲说的劝阻，他可能就比较心生不悦，所以说当下的时候就随手拿了那个店内的桌椅，呢就往他的冷冻柜就给他敲破了。法律早就有规定讲，室内禁止食薰，违法上悬会当罚1万块。敢若因为不满去用款告的闹事，警方会以妨害公务、毁损甲伤害罪，甲闹事的男子移送法办。